所要唱的圣诗，第一首179首，因光归伫圣杯上帝。哦，这应该咱拢真熟，咱听琴来讲一遍。来，愿光归伫圣杯上帝，愿光归圣家上帝，愿光归伫圣是上帝，愿光归三位一体，愿光上帝，愿光主对万万世。愿光归伫听咱的主，使咱罪我无下处。愿光归伫叫咱的主，甲主充满义故。愿光上帝，愿光主陪咱全切。愿光无路到万万里，前天使做甲今时，高官愿光无亲无强，无路充满有丢中。愿光上帝，万人的王到万世。第二首是牧师讲道线的回应诗，救主373首，救主耶稣我立志。这首诗应该大家嘛拢真熟，但伊的英文名伊这救主耶稣我立志较严肃。英文的名叫做 Oh Jesus, I have promised， 就是讲主耶稣，我已经答应你了。这是已经咱心内头悔改信主，咱对主耶稣来做一个回应。所以咱歌词来读一遍，咱心内拢讲主，我答应你要安尼做，我承诺。来，咱做伙来读，来，救主耶稣我立志，永远要缀我主，愿你常常伴我主。至好朋友，救主那踮我心内，甲歹交战稳赢。救主带我来进前，正路稳当袂行。目睭所看话袂我，世间会歹我惊。求主应甲我同在。互我听你的声，对敌时常要害我，为我踮我心内。救主求你近我，靠你就袂受害。救主，你有应允我，若用尽心缀你，锁定阳光的所在，你正路步袂去。主耶稣，我立志，永远要缀我主。愿你常常近我主至好朋友。准我看你的脚迹，若无毋敢去行。我亲爱直缀你，靠你就会得成。求你引带招呼我，扶持直到一世。后来伫天接纳我，至好朋友是你，阿们。所以咱甲主耶稣的关系应该是足亲密，伊就是咱至好朋友。来，咱琴弹一遍，咱对第一节开始。
真情，正路阮当会行。目睭所看为干的我，世间的歹我行。求主引导我当走，予我听你的声。对你是上的爱我，为我踮我心内。求主求你困我，互你手袂受害。求主你有应允我，若因真心地你，所点阳光的所在，为情路无会去。那主耶稣我立志，永远要跟我主。愿你常常伴我主只好平顺。准我看你的脚脚，若无毋通去行。我亲爱的弟弟，互你主的的家，求你带了予我，夫妻的交一时。在家家把我，只好朋友是你。阿门。咱即摆献开圣诗381首，将你的圣诗献开381首。咱咧做礼拜第一场的时阵啊，师会迄个唱，甲咱做伙唱基督文的时阵，迄是师会唱，圣歌队唱第一节，第一句，咱会众会回应第二句，圣歌队则搁唱第三句，咱则搁回应第四句，咱拢爱安尼做。所以奉献即首，381首。万有受造归因光上帝，有4节。要开始奉献的时阵，圣歌队会唱第1节到第3节。圣歌队咧唱的时阵，万有受造归因光上帝。阿门阿门，咱爱做伙来回应阿门。毋好坐遐恬恬安尼。咱著甲圣歌队，咱是咧做伙敬拜。等第4节的时阵，迄个咱奉献是主所赏赐的面，咱著做伙徛起来，做伙甲圣歌队做伙唱。所以小弟爱会记得这样代志。以上。今仔日是总会发起为日本石川县能登半岛的地动甲灾后的这个重建的奉献，咱下这来关心奉献。请安静，当心来敬拜上帝，奏乐。
也是恁毋知，恁的身躯就是圣神的殿，圣神踮伫恁，就是恁对上帝所有的，互恁毋是家己的，因为是用价钱买的，所以要伫恁的身躯荣光上帝。咱再来吟诗俄罗上帝，圣诗179首，请起立。这是用使徒圣经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定时过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讲过上天，打做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信人死人，我信圣神，我信教会，信道的相通，在下面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大家用课文33篇来应答上帝的话。课文伫新信息后面，课文33篇。上主啊，你有监察我、捌我。对前方，你嘛看会出我的心思。我的所行所做，你嘛拢知。你已经知影我要讲啥物。你亲手保护我。遐尼高深，超过我的了解。走到倒位，我才会当多签你。我若落阴间，你嘛伫遐。也是去到日落迄边。你的正手嘛会扶持我。叫暗暝甲我压榨。暗时亲像日是遐尼光。上帝啊，你的意念实在真好了解。我若要算比海沙较济。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我的心思。求你指点我，予
互我无歹行为。同心来祈祷，向阮的天父上帝，全能的主，阮满心欢喜学罗你。你看过卑微的、骄傲的视线，有关系的降落。你对一个人创造地上万族，你是无偏袒的人，偏袒人的主。伫万国中，既若是行公义的，你拢要接纳因。你用怜悯看顾你所创造的一切，接着你的大权能，有阮更新转化，伫你的创造内面，互阮所破坏的一切，互有需要的人得到牧养。阮带着见笑甲后悔的心来向你认罪。阮无充分反映你原本创造阮的形象甲款式。阮用各种的激情，将人类彼此来分别，也用阮之间的冤仇，制造纷争甲战争。阮较介意遐个看起来亲像阮，佮同意阮的人。阮讨厌排斥遐个甲阮无共款的人。亲像约拿伫尼尼微的时，阮甚至无愿意你用人慈来款待阮无介意的人。阮分裂了基督，接着牺牲家己的性命，以及用国外的恩典所合一的世界。阮承认阮会无完全，阮常常按照阮的私欲来行，阮的意念时常违背你的旨意。总是接着你伫十字架顶面的疼，你赎回了阮，互阮会当体贴你的旨意，忠心行伫你的道路的顶面，也接着你的恩典甲大权能，互阮得到转化，得到更新。你呼召阮成做有怜悯的人，互阮会当甘心奉献来服侍人，委身伫逐样的事工的中间，活得亲像伫基督内面合一的人，会当实行你的旨意。我用感恩的心活出你的疼。向遐个卑微的、互人气煞的，付出亲像撒玛利亚人对外邦人的关心甲疼。感谢主，赐阮有行公义的热情、好怜悯的心，接着信心的大权能，顺服真理，谦卑来甲你同行。主啊，阮为着昨的选举会当顺利来完成，搁一摆向世间见证台湾的民主，来向你献上阮的感谢。伫昨个选举的中间，有人经历欢喜，看见希望甲胜利；也有一寡人经历担心、烦恼、失望甲压力。阮带着美血甲谦卑来到你的面前，阮的立场有时会共款，也常常有意见的冲突。求主你教示阮，爱安怎伫社会中来服侍。才会当有利益伫阮的国家、社会，互每一个人拢会当为全人类的利益来拍拼。伫阮的社区中间，互相支持，追求共同的利益。阮尽阮应该尽的责任，敲找明白你的旨意。阮这时也要纪念所有责任伫承担国家事务的人。毋若敢若阮的城市、阮的国家，也包括全世界的领导者，求主为着你的公义，赏赐智慧甲怜悯，引带遐个统治地上百姓的领导者的心思意念，求主伫因的工作顶面来帮助因，当因为着社会、为着国家、为全世界的美善努力的时阵，加添因所需要的气力，互因。互因愿意为着全人类的幸福来委身伫公义甲怜悯，特别是看顾遐个无法度通为家己出声的人，伫战争破坏中受苦的人，因为地动、天灾甲人为的灾难来枵饿，也是失丧家庭的人。求主，互一切领导者拢放落利益家己较正当的私心，将权势的贪婪、私欲放伫一边。接着你圣洁的道路，
专心伫阮将来所要看见的美善，互所有的人住伫和平甲安全的中间，到世界的落尾。也求主教示阮伫教会中间的人，提醒阮啥物是阮上大心应该去实现的，啥物是你所交托阮特别的任务，就是诚做一个信徒的群体，去播扬福音，互人诚做门徒。由你赐落智慧，互阮伫社会甲教会的中间，甲伫工作的顶面，结出丰盛的果子，互你的正教会伫见证甲侍奉的顶面，加添对你的信息甲顺服。互世界通过教会所做的工，会当关心，甲搁较明白你的旨意甲你的道路。求主接纳阮伫你的恩典宝座头前的祈祷，搁接着阮的救主耶稣基督赐阮永远袂改变的平安。阮诚心拜列以上的祈祷，即时阮也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声吟讲。亲像天地，你的
做伙来共读上帝话。伊在咧约翰福音第1章43节到51节，是台语圣经汉语本新约的第104页。过节日，耶稣要去加利利，拄着腓力，就甲伊讲：对我。腓力是伯赛大的人，甲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拄着拿但业，就甲伊讲：摩西记伫律法，甲遮的先知所记的，阮已经拄着伊，就是约瑟的囝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甲伊讲：拿撒勒敢会出啥物好物嘛？腓力讲：来看。耶稣看见拿但业就近伊，就指伊讲：你看，真正是以色列人，心无悔怯的。拿但业甲伊讲：对打罗巴我，耶稣讲：腓力也袂叫你，你伫无花果树骹，我已经看见你啦。拿但业应伊讲：拉比，你就是上帝囝，你就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因伊讲：因为我甲你讲，我已经看见你伫无花果树骹，你就信嘛。你要看见代志，比遮个较大个。我甲伊讲，我实实甲恁讲，恁要看见天开，上帝天使上落伫恁主的顶面。讲道，请陈美丽牧师讲道，题目是看见你。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伫1813年出版英国的小说家珍·奥斯汀伊的作品《傲慢与偏见》，到呾要是英国人因想要用买的，无想要用去图书馆借来看的一本册。这本册主要是伫描写一个庄脚的家庭，5个查某囝中间的一个叫做伊丽莎白，伊甲有钱单身的达西先生的爱情的故事。伊丽莎白的妈妈一心一意要互5个查某囝嫁互有钱人，因为当时的查某囡仔无法度继承产业，所以因的妈妈惊讲伊的翁婿过身了后，因迄少少的财产就是迄间厝，会互家族其他男性的亲戚来继承。到时阵有可能因全家就互赶出去。所以当即个缘投有钱的达西先生出现，即个妈妈就想伊是即个伊丽莎白上理想的对象。其实即种代志伫19世纪的英国，毋是啥物奇怪的代志。所以珍·奥斯汀伊一开始就讲，凡若是有钱的单身汉，拢想要娶一个太太，这是举世公认的真理。安尼真理早就伫人的心中根深蒂固，所以人拢想要将迄个有钱的人看做是家己某一个查某囝理所应得的一笔财产。所以咱看见迄当时的社会就是安尼一个社会。但是这2个主角因互相认捌了后，较开始彼此讨厌。性格真骄傲、真自高的即个达西，因为伊出世伫上流社会，所以当然伊的态度有一点仔自高。所以即个伊丽莎白就对伊有偏见，伊认为自高有钱人无一项好。所以伫交配过程，因彼此拢受到骄傲甲偏见的伤害。但是伫发生一寡代志了后，伊丽莎白发现达西是一个善良的人，慢慢啊，因就较有了解，然后进一步互相欣赏。达西对伊丽莎白讲，细汉的时所受的教育，互我知影讲什物是对的，什物是正确的。但是无人教导我安怎修正我的脾气，我学会晓好的处事的态度，但是较用骄傲甲自负的态度伫面对。真感谢你，我虚心受教。即个伊丽莎白伊嘛发现，当伊互偏见压砍目睭，就看袂到人真实的品格，所以伊嘛安尼对达西先生讲：虽然我对你爱好，我嘛袂盲目到安尼可悲的地步，但是既然是虚荣，毋是爱情，互我安尼啊愚妄，直到现在，我才真正了解我家己。可能你无看过即本册，也是即本册所拍的电影，但是对即个时行200多年的作品，
你可能会当发现伊去隐人的所在。除了两位主角因错过，但是最后佫真无容易，佫做伙的爱情故事以外，伊对人性真真实的描写，嘛，互咱看见咱家己的生命内面，遐因为偏见所带来的破坏甲伤害。虽然咱拢自认家己是非常的公平，但是世间敢会当找到一个保证家己是完全无偏见的人呢？一如大学心理学的教授普又做一个实验，伊找一寡6个月以上的囡仔，然后摕2个翁仔，对遮囡仔讲：第一个翁仔爱食豆仔，第二个翁仔爱食饼干。然后，互遮个囡仔选讲因介意倒一个翁仔，结果发现，遮个囡仔意爱甲家己有同款口味的即个翁仔。甚至若看另外一个甲家己口味无共款的翁仔，互欺负，因会感觉足欢喜的。所以对实验的结果会当知，伫咱要袂会晓讲话，伫咱要袂晓行路进前，咱就已经会晓将看到的人事物来做分类。甲我较共款的，我对伊较优先；但是对我无共款的，真容易我甲伊会对立。另外，一般的人想到偏见、听到偏见的时，嘛会想到讲啊，迄是无知识、毋愿意包容的人才有偏见。所以咱会一直澄清讲，我无偏见，我真公平。但是，这位心理学家认为，偏见毋是因为咱无理性、咱无理解代志甲引起的，反倒转偏见是透过咱累积起来的经验，然后咱会做一个理性的分析，最后咱得到一个结论。然后，咱就用即个结论，成做咱刻板印象。每一个拜五的暗时，小吴拢会开车送伊的太太去车头坐车，互伊会当转去后头厝去探访伊破病的妈妈。10分钟了后，小吴的妹妹会坐车到车站，所以小吴就接伊的妹妹转去厝里帮因料理伊的家务。然后到礼拜暗时，礼拜暗时。规个电视颠倒柄，小吴的妹妹的车起行10分钟了后，伊太太的车才到。有一天礼拜暗时，小吴的妹妹拄仔走，小吴就伫遐等待要接伊的太太。一个站务人员就慢慢啊行过来，非常奇怪笑讲：先生啊，你真有办法呢？兼讲你毋惊有一天互因2个人掠着吗？咱习惯戴一个先入为主的目镜，将人藏伫一个框框的内面，然后用这个框框来解说人的行为。但是事实较毋是安尼。你讲这个站务员伊无理性吗？无呢，伊足理性的哦。伊是根据伊看见的，伊的知识甲伊的经验伫判断。但是事实敢是伊想的安尼？咱敢定定嘛戴着安尼目镜去看代志？比如讲，有人会讲啊，迄个人找无头路，一定是伊贫惰啦。啊，所有做生意的人拢是无诚实的人啦。迄个开车开遐尼慢，迄一定是查某伫开车。啊，犹太人拢是小气的。啊，法国人拢是真浪漫的。咱习惯用这个偏见去解说，也是去论断四周围的人。伊今仔日的经文，互咱看见的就是安尼一个人。伊叫做拿但业，伊算是耶稣内面上早互呼召的一批的学生，但是伫其他3本的福音册拢找无伊的名，所以学者去比对即个学生的名单，发现伫马太、马可所记载的学生的名单内面，找无拿但业即个人的名，但是伫约翰福音今仔日咱所读的，嘛找无巴多罗买即个名。佮加上定甲腓力做伙，就是即个巴多罗买，可见拿但业就是巴多罗买。但是因为咱今仔日读的是约翰福音，所以咱就用拿但业来称呼即个带有偏见来看见耶稣的人，伊最后是安怎来改变？约翰福音第1章后半段是耶稣呼召学生的记载。大先互耶稣呼召是行色的约翰的2个学生。一个叫做安德烈，然后安德烈去找伊的阿兄西门，也就是彼得。
另外一个无记名的，就是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然后这三个人就跟缀耶稣。这互咱看见，耶稣头一摆呼召学生，看起来非常的顺利，无拄着什物困难。所以接煞耶稣往北边去行往加利利，伫遐伊拄着腓力。耶稣呼召腓力缀我。即个腓力对耶稣完全无了解，也毋知影讲要互呼召去倒位去做啥物，但是伊就跟缀耶稣啊。而且咱看见约翰的作者，伫遮将腓力甲另外两位学生安德烈甲彼得连做伙，因为这三个人因是共故乡，拢是对伯赛大来的。即个腓力非常的单纯，伊认为讲好东西要和好朋友分享，所以就去找伊的朋友拿但业，并且对伊讲：摩西记伫律法甲遮个先知所记的，阮已经拄着伊，就是约瑟的囝拿撒勒人耶稣。腓力讲的话，若是伫其他民族的人听见，实在听无讲伊是伫讲啥。但是所有的犹太人拢知影，律法、先知所应允的迄位就是弥赛亚。所以即句话伫拿但业的耳孔听起来，就是伫讲，咱所期待迄个弥赛亚，就是即位拿撒勒人耶稣啦。但是即个拿但业一听见耶稣是拿撒勒的人，伊的偏见就出来啊！拿撒勒敢会出什么好物吗？这袂当怪伊，因为拿撒勒是一个无名的小所在。拿但业伊家己是加利利人，加利利的迦拿人。这个迦拿就是耶稣后来行第一摆的新约，互水变做酒的这个所在。所以伊是加利利省的一个人呢，天龙国的迄个偏见就出来啊！拿撒勒敢会出什么好物啊？弥赛亚哪有可能是对即种小所在出来的？弥赛亚哈尔伟大，应该是出世伫大都市吧？毋过咱看见腓力非常有智慧，无甲伊的朋友拿但业来相争，伊只有邀请讲来看，简单两个字，较改变一个人一生。定睛一段耶稣呼召约翰甲安德烈的时，耶稣有讲：恁来就会看见。这段腓力邀请伊的朋友拿但业来看，所以看这个信息是贯穿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互咱知影每一个愿意接触耶稣的人，拢会当透过看来参与伫这个救恩的计划内面。特别今仔日是咱教会节期的显现期这段期间，伫主显现的这段日子，耶稣嘛不断将家己逐样的身份来显明出来，邀请咱来看，来认捌伊。所以安德烈甲腓力，因真正是传福音的好的模范。因邀请因的兄弟，邀请因的朋友来看，这嘛咧提醒咱。伫传福音的事工的顶面，咱所做的就是邀请，其他就交互耶稣就好啊。但是因为真侪基督徒非常爱耶稣，常常为着呼教，就开始甲人有争论。毋是啦，阮的耶稣毋是你讲的安尼啦。加上咱家己无好的口才，无好的认捌，所以咱定定认为传福音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代志。安尼干脆莫讲。免得我得罪我的朋友。但是咱看见这段经文，安德烈甲腓力只有邀请，甚至伫面对拿但业迄种真轻视的回应的时，拿撒勒敢会出什么好物？腓力伊嘛无放弃，所以拿但业来啊！耶稣好亲像是会当看透人的心讲，你看，真正是以色列人心无诡计的。心无诡计，这是一个敬虔的以色列人拢听会出来的一个懊恼。因为诗篇32篇第20就讲，伊的心无甘在，这人有福气。所以拿但业感觉奇怪，因头一摆认捌耶稣，哪会知呢？
所以伊问耶稣讲：你对倒落认捌我咧？耶稣回答讲：非你还袂叫你，你伫无花果树骹，我已经看见你啊！安尼即个拿但业伫无花果树骹，是你做啥物咧？教会传统对遮拢有无共款的看法，但是有人较侪人是讲，即个无花果树的叶真无生，所以真好惹看。所以无花果树就是一个敬虔的以色列人，因伫遐默想摩西律法的一个好的所在。一个敬虔的犹太人，因会用真侪时间伫无花果树伫遐祈祷，伫遐听候弥赛亚的来临。因袂亲像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徛伫倒位祈祷，徛伫路骹口，做真长的祈祷，愿望互人看见，愿望得到人的学乐。但是拿但业是伫无花果树骹，所以耶稣一看见拿但业伫遐，就知影伊是一个敬虔的人。耶稣学乐伊，你看，真正是以色列人，心无诡计的。耶稣的学乐，互拿但业非常激动，伊毋敢相信，第一摆看见伊的耶稣，竟然了解伊的想法。也因为安尼，伊就相信耶稣知影的一定比伊搁较侪。所以拿但业马上放落家己的偏见，列比你是上帝的囝，你是以色列的王。伊承认耶稣是上帝的囝，伊所仰望弥赛亚，并且称呼耶稣列比，就表示伊愿意接受呼召，来成做耶稣的学生。这是拿但业的信仰告别。兄弟姊妹，当咱读圣经，咱会当发现上帝囝这个主题伫前后伫互相在呼应。因为惊洗礼约翰伫第一章前半段，惊洗礼约翰伊伫替耶稣洗礼了后，伊嘛共款见证讲，这是上帝的囝。毋那安尼，拿但业另外一句以色列王，这也伫耶稣的身份顶面，搁加上一个新的意义。这个新的意义伫耶稣受难的时显明出来。当耶稣受审问的时，彼得多问伊讲：“你是犹太人的王吗？”顶是日个时，彼得多嘛伫牌仔顶写讲：“犹太人的王”，用安尼来称呼伊。所以咱看见犹太人的王、以色列王安尼主题伫遮来前后，伫遮来呼应。所以咱看见第一摆头一摆的见面，耶稣竟然知影伊的想法，这带互拿但业非常大的冲击。所以约翰福音继续用拿但业伊亲身的感受来描写耶稣续接落来做的代志。所以伫约翰福音第2章25节有讲，伊家己知人心所藏的，耶稣知咱的心所藏的。兄弟姊妹，耶稣知影咱的心所有的念头，亲像伊知影迄个撒玛利亚妇人人捌有5个丈夫，现在丈夫毋是伊的丈夫。亲像伊知影多马无相信伊有过活，所以特别显现伫多马面前，邀请多马来看伊钉仔所钉过的叶，来摸伊肋边的空。所以咱伫耶稣的面前是无法度暗藏的。现代医学会当用核磁共振、X 光、脑波这物件来看见咱的体内，但是因无法度知影人的心在想啥物。咱即马所行每一条街路顶面，拢是摄影机，因会当知影什么时间有什么人行过，但是这摄影机无法度监视人的思想。但是上帝清楚咱的一切，就亲像大笔的诗所讲：上主啊，你已经监察我、捌我坐落来，我爬起来，你拢知。你对远远知我的念头。我行路，我倒伫眠床，你拢详细知；我一切所行的，你也深知。上主啊，我的喙所讲的话，你无一句毋知。咱拢非常惊，互人知影咱的念头，因其中真侪是歹的念头。安尼念头若显露出来，别人会生气，会排斥咱，会看轻咱。但是咱看，当耶稣知影人的念头了后，
伊互人的毋是踢笑，毋是侮辱，反倒透过救恩，伊赏赐互人的是一个完全新的内在，并且人嘛因为安尼来看见家己的不足，甲家己的软弱，亲像拿但业，伊原本是带着偏见来看耶稣，但是当耶稣讲出伊心内念头的时，伊惊讶，伊佩服，然后放落伊的偏见来跟缀耶稣。亲像迄个撒玛利亚妇人，伫耶稣指出伊的现况的时，伊放落伊的水盘，来放落人互伊的踢笑，伊毋管啊，伊走转去城内，甲人讲来看，一人我平所行的事，伊拢甲我讲，即个总毋是基督吗？一个平素互人看轻的妇女，对伊的喙所宣扬出来，竟然甲惊死的约翰，甲遮个学生共款，即个人是基督。也亲像多马，跟缀耶稣3年，伊较讲出讲，我若无看见伊手中所定的约，无用我的指头啊来探伊所定的约，无用我的手探伊的协议，我决断毋信。即种无信心的话，但是当耶稣用多马的话来讲出伊内心的念头了后，多马什么话拢讲袂出来啊！伊只有对主表达伊的疼甲伊的忠心。我的主啊，我的上帝啊！同款耶稣嘛愿意帮助咱活出新的人生，毋管咱的心藏有偌济污秽，伫甲主相拄的时，咱若愿意拢总交出来，伊就要改变咱，并且即个改变了后，生命是会开阔到咱无法度想象的开阔。耶稣伫遮看见拿但业应允伊。讲我因为我甲你讲，我已经看见你伫无花果树骹，你就信吗？你要看见代志比遮个较大个。拿但业要看见搁较大个代志是甚物？就是后一节，恁要看见天开，上帝天使降落伫人子的顶面。但是伫遮咱看到是恁，因为耶稣即个结论，毋若是互拿但业个人的应允。伊嘛将每一个时代读即本册的人，拢总包括入来。所以即句话是讲，所有相信并且愿意跟随的人，拢要看见即个搁较大的代志。耶稣无直接解释讲即个搁较大的代志是甚物代志，但是伊用一个犹太人真实的故事，咱嘛真实的旧约故事来解释。即个代志就是雅各的天推。雅各因为抢夺伊阿兄以扫大囝的名分，所以行到刀闪要去阿舅的厝。行到半暝，伊伫遐倒伫遐困，伊做一个眠梦，梦见有一个腿拄着天，有上帝的天使伫腿里伫遐来降落。雅各困醒讲：哦，上主真正伫遮，我竟然毋知，因为伊想讲上帝敢若伫因兜尔，无想到上帝竟然伫逐所在。所以伊佫讲，即所在到遮通行，毋是别项，这是上帝的厝，这是天的门。咱敢有看见头拄仔经文耶稣所讲的，甲即个雅各国所发生的有一寡的差别？耶稣是讲上帝的天使降落伫人子的顶面，雅各的故事是讲上帝的天使伫腿里伫降落。咱看见有无共款无？当耶稣来，人子就代替腿。耶稣就是讲，伊就是迄个腿，是人甲上帝中间唯一的道路。所以咱真实的话，就是耶稣讲：我就是路，是真理，是活命。若无对我，就无人就近爸。耶稣互拿但业，甲所有愿意拍开心门接受伊的人看见。就是伊，就是通往上帝遐唯一的一条道路。拿但业伊偏见互摕掉，伊的眼光搁较开阔，所以伊伫遮伊看见即个第一届见面就知影伊心内念头的人，伊伫遐宣认耶稣的身份是上帝的囝，是以色列的王，并且伊甲所有跟缀耶稣的人，拢看见迄个搁较大的事。就是了后，耶稣会受苦，耶稣会死，搁活上天，
然后耶稣完成救赎的工课。耶稣伫传福音这3年外的时间，拿但业甲其他学生共款，拢缀伫耶稣身躯边。虽然圣经无记载拿但业太侪代志，毋过根据教会传统，伫耶稣上天了后，拿但业伊实践耶稣的使命，伊去到印度去传福音。然后当伊传福音到亚美尼亚时，伫遐互拍互掠，然后甲耶稣共款，是钉伫十字架顶来顺道。所以咱会当看见，当拿但业降服伫耶稣的面前，耶稣进入伊内心，除去伊的偏见，重新互伊一副救恩的目镜，来拍破原本的界限，甚至最后伊离开故乡，去到需要耶稣的所在。伫腓力邀请拿但业的迄天，伊若是拒绝，也是伊无继续甲耶稣有对话，拿但业要是拿但业，伊要继续伫无花果树骹伫遐默想，伫遐等待。但是当伊跨出第一步，伊的性命完全无共款啊！兄弟姊妹，咱嘛需要求主除去咱的偏见。即个偏见毋若是咱生活内面对人、对事、对物件的偏见，上重要的是，咱嘛需要除去咱信仰的偏见。可能有人认为讲，我的信仰一定要做到什么款的地步，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嘛有人认为讲，我家己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嘛有人认为讲，耶稣予我自由，所以我啥物拢会当做，为所欲为。嘛有的人会将咱的教义套去要未信主的人的身躯顶，这拢是福音的阻挡。不但无法度互人看见信仰的美善，并且咱家己嘛无法度得到信仰所享受的真实平安。所以今仔日最后的祈祷，毋是我要做祈祷，我邀请咱家己，咱每一个人来用这段祈祷文来向主来求讨，咱做伙来祈祷。主啊，求你拍开我属灵的目睭，互我看见我伫家庭、学校、职场、教会，有时嘛是甲拿但业共款，带着侪侪偏见伫看代志，甚至会用我家己的小信来质疑你要成就的代志。恳求圣神透过今仔日的经文，照光我的心内，互我知影耶稣深知我的心思意念。伫无人看见的时，伫我读经敬拜的时，伫我做所有代志的时，你拢看透我的内心。主啊，也求你互我看见偏见伫我内面所造成的破坏，不但互我无法度甲人和好，并且我的性命嘛失落你创造的时的美好。恳求主帮助我，互我亲像拿但业，会当降服伫你的面前，来放落我所有的偏见，互你来改变。我也相信，当我有你伫我的内面，你就要互我看见奇妙的代志特别发生。愿安尼祈祷是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掀开油布来读今仔日的金句，请咱做伙来读两遍。耶稣讲：“为日也袂叫你，你伫无花果树骹，我已经看见你啦。”约翰福音1章48节。耶稣讲：“为日也袂叫你，你伫无花果树骹，我已经看见你啦。”约翰福音1章48节。咱再来吟诗回应上帝话，圣诗373首，请起立。
请坐。奉献请林中进长老、蔡淑芬长老、徐公武长老、吴慧芳执事、曾启阳执事、曾宁仪执事来负责奉献。请起立。消息报告，请看周报第13页，奉献的部分若有订单，请中集来订正。周间聚会甲下周圣工事奉的，请咱家己看。第4点，中年大学定1月16拜二上午10点要举行返校日的活动，邀请曾爱雅老师来带领精油按摩，欢迎大家来参加。为着环保的理由，2024年的合会手册，若需要用电子档来代替纸本的，请伫1楼的公布栏来登记，也是通知即个小会书记庆林长老，也是陈牧师登记到1月21礼拜10日。小会定2月初4礼拜上午9点半，伫礼拜中要举行洗礼圣餐，也要召开会员的互会。会员名单公布伫咱的公布栏，若有订单也是闹交的，请咱小会书记庆林长老来更正。我都通参加互会请咱事先爱请假。小组甲牧区的消息，中年团契定1月17
拜三上午1点要举行团契会，邀请蔡尚志长老要来主讲屏东的客家文化，请客友参加，同道等，请牧师补充报告，介绍新来的人客。好，咱先来欢迎咱兄弟姊妹转接入来咱教会林荣玉弟兄谢慧莹姐妹，好，请起来啊，咱正式欢迎因。请坐。好，欢迎成为我们的家人。啊，因呢，查某囡仔吼，两位女儿千依甲千安拢有参加咱的青少年。好，只是咱嘛真欢喜看到燕燕姐吼，伊嘛转来吼。燕燕姐对吧？燕燕姐，嘿，真欢喜，嘿，好，好，来，这是咱来为着咱遮的集体，咱遮的事工来祈祷。但是咱为着世界，咱嘛继续为着即个天灾的日本，吼，所以咱的总会有发起为着日本即个震灾了后的重建的奉献，咱嘛为着遮的事来祈祷。吼，咱嘛为着震惊的所在，吼，为着咱的台湾，吼，为着咱各地宣教师，为着咱建堂的事工，为着欢迎的姊妹原因甲民意，吼，嘛为着身躯欠安的庆福兄、清真兄、信实姐、慧玲姐、秋徐姐、白长老刘、阿卡姐、世江兄、明珠姐、邓妈妈、金生兄、道明兄、俊生兄、赵雄兄、应轩、张老师、龚基姐、陈启宏长老、以礼、素梅姐、方梅姐、明理姐、阿菊姐、郭元兄、佑庄兄、李雀老师。吼，最近嘛知影讲素贤姐、李素贤姐吼，伊前一阵仔有跋倒，所以髋关节有开刀，即时伫厝里疗养，咱嘛替伊祈祷。所以即时咱为着遮个事，为着遮个事工，为着遮个集体，咱做伙来祈祷。为着啊所在需要你来求主你保守来。但是，在为着我放下，为着我在上告诉，为着你保守保障，为着兄弟姊妹幸福。亲爱的主，阮感谢你，当阮真安然徛起伫遮做伙敬拜时，阮要纪念伫世界上有真侪人因无法度伫遮来敬拜主的。主有的人伫经历战争，有的人伫经历丧乡。无通食，无厝通住，有的人是经历伫拄仔天灾了后，因失去因所有产业。主，阮恳求你的怜悯，主恳求你也帮助阮，当阮坐伫遮敬拜，阮会当纪念遮兄弟姊妹，因为因拢是你所创造的。主恳求你帮助扶持，互阮用祈祷继续来纪念因。阮也为着各地的宣教师来祈祷，遮宣教师有的伫战争，有诶伫真动乱不安诶所在，有诶是伫对基督教真无友善诶所在。阮恳求你帮助因、扶持因、保护因，也保护因诶家庭甲因所做诶工。阮也为着阮诶建堂事工来祈祷，主恳求你帮助，互阮毋若是起造硬体诶教会，也互阮会当伫阮家己诶内心重新来起造。阮也为着怀孕诶姊妹来祈祷，恳求你保守遮姊妹，互因甲因腹肚内囡仔拢会当得到主你诶顾守。也为着侪身躯欠安伫厝里疗养遮兄弟姊妹来祈祷，恳求主你帮助因带，互因紧紧来恢复，也想赐气力，互因诶家庭伫因照顾病人诶时，互因会当有健康诶身躯，搁较侪疼心会当来陪伴。主，阮也将阮兄弟姊妹，阮未来新诶一个礼拜来。为着阮所有诶日子来祈祷，恳求主你引带阮、保守阮，互阮每一日会当行伫主你所欢喜诶旨意诶内面，互阮会当行出好诶见证，亲像安德烈，亲像即个腓力，因邀请人、甲人讲来看，主透过阮诶行为，透过阮诶言行举止，互人看见耶稣基督。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诶圣名，阿门。这是来吟圣诗，圣诗399首，圣诗399首，吟诗了后，请牧师祝祷，请起立。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